大家好，我係 Ivan， 好耐冇見，消失咗一段時間。我哋一家人響2024年已經過咗去加拿大嗰邊生活。今日帶大家整一隻我私藏咗好耐嘅大排檔風味嘅雞煲。天氣涼涼地，最啱就係食雞煲。其實喺屋企整咧都好簡單嘅啫，仲要係大排檔風味嗰隻。首先我哋炒咗個雞煲醬先。呢隻醬就係我哋平時食開嗰隻啫雞煲醬。事先我哋要準備嘅材料有薑、蒜同埋紅葱頭。薑最好就係刮咗啲皮先，然後分批將佢打碎。如果冇攪拌機嘅朋友，我哋可以用刀剁碎佢，最好碎少少。然後我哋開鑊燒熱啲油，多少少都唔緊要。我做呢個份量呢，可以用到好多次，平時咧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菜式入邊。遲下我再同大家分享。薑最受火，落薑先，炒大約30秒，然後落埋啲紅葱頭，炒多陣，我哋可以落埋啲蒜，開中火，唔需要炒好耐嘅，大約2至3分鐘咧就可以落埋啲醬，可以加翻少少水，全程保持中細火，炒大約15至20分鐘左右。想味道更加豐富，我呢度有幾種香料磨成咗粉，落2匙羹就夠啦。炒到啲油同醬分離，就好似依家呢個狀態咁樣咧，就可以熄火啦。攤凍之後就可以入樽，放入雪櫃，用2、3個月都冇問題。大家一定要試下呢個醬，真係好惹味。呢度就係炒雞嘅材料，我就響加拿大 TNT 買咗斬咗件嘅走地雞，呢度大約係1 kg 左右。大家可以根據份量咧去調味。我用咗20 gram 嘅豉油同埋10 gram 嘅生粉去醃雞，醃佢10分鐘就夠噶啦，大約有2、3成味。燒熱油鑊，放入雞件，唔好心急。煎香一邊先反面，煎到兩邊都金黃色。呢個時間大約有6、7成熟，就可以將啲雞件撈起，用返頭先煎雞嘅油，開始爆香啲料頭，同頭先一樣落薑先，薑最受火。炒到咁上下，落埋啲蒜、紅葱頭，炒到佢金黃色。落火鍋底料同埋豆瓣醬，記住唔好咁重手，有啲豆瓣醬好鹹。我哋中意甜味少少嘅雞煲，所以咧落翻少少糖。煮餸其實好隨意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去調整。落埋啲雞煲醬，炒勻佢。然後落埋啲花椒粉，我就用手磨嘅，比較粗少少。繼續爆香多一陣，你會發覺成間屋都係香味，真係隔離屋聞到都流晒口水。呢個時間我哋可以加翻少少水。頭先啲雞肉咧係未熟嘅，要有少少水咧燜熟佢。最後落埋啲辣椒乾，炒勻佢。唔夠色咧，就可以加翻少少老抽上色，冚蓋大約4、5分鐘，等啲汁收緊少少，就可以上碟啦。燒熱個砂煲放洋葱，倒啲雞落去，哇！淨係聽到啲聲都流晒口水。你睇下啲色水幾靚，完成。話說已經幾年冇再拍片。今日咧係一個新嘅嘗試，以後我會拍更加多，唔淨係煮食，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嘅片同大家分享。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 下次見，我係 Ivan。